你以為你而家正喺度睇呢條片，但係嚴格嚟講，你睇到嘅我唔係真正此刻嘅我，你聽到嘅聲亦唔係真正此刻嘅聲，甚至你以為自己此刻嘅感覺，都可能已經係大腦延遲、剪接補翻出嚟嘅版本。所以今日我哋要問一個好奇怪嘅問題：而家到底係幾時？唔係問你手機顯示幾點幾分，而係真正嘅而家。你以為你活喺現在，但你由出世到今日，其實從來都冇真正活喺一個即時嘅世界入面。你感受到嘅一切，視覺、聽覺、觸覺、味覺，甚至你以為自己作出決定嗰一刻，全部都有延遲。換句話講，你以為你活喺而家，但你大腦感受到嘅世界，其實永遠都係啱啱過去咗嘅世界。由最貼身嘅感官開始講起，你食一啖嘢，食物入口，味蕾收到化學信號，再經過神經系統傳到大腦。你以為好味係即刻發生，但其實中間已經經過咗傳送、處理同分析。唔單止食嘢，當你隻手攞起刀叉，指尖嘅觸覺信號要沿住神經傳翻上脊髓，再傳入大腦。某啲觸覺神經嘅傳導速度可以去到每秒幾十米，甚至接近每秒75米，聽落好快。但係由你摸到件嘢到大腦真正收到信號，整理完，再令你感覺到中間仍然可以有幾十到100毫秒左右嘅延遲。100毫秒即係1/10秒，你可能覺得好短，但對大腦嚟講已經足夠將你嘅世界剪接一次。再睇下出面嘅世界，如果天空突然行雷閃電，我哋都知道光速遠遠快過音速。如果閃電距離你1公里，光大約3微秒就去到你隻眼，但雷聲喺空氣入面每秒只係行大約340米，所以1公里外嘅雷聲要大約3秒先傳到你隻耳。你睇到閃電嗰刻係1公里外3微秒之前嘅光，你聽到雷聲嗰刻係1公里外3秒之前嘅聲。同一件事，你嘅眼同耳收到嘅已經係2個唔同時間嘅版本，所以你感知到嘅世界從來都唔係完全同步。講近啲，你照鏡嘅時候，光由你塊面射去塊鏡，再由塊鏡反射翻入你隻眼。呢段距離短到我哋完全感覺唔到，可能只係差幾納秒，但原理已經喺度。你喺鏡入面見到嘅自己，永遠都係幾納秒之前嘅你。再睇遠啲，月球同地球平均距離大約38萬公里，光由月球行到地球大約要1.3秒。所以你今晚望住天上個月亮，你見到嘅其實係1.3秒之前嘅月亮。太陽就更加明顯。太陽距離地球大約1億5千萬公里，太陽光要行大約8分鐘先嚟到地球，所以你而家感受到嘅陽光其實係8分鐘之前由太陽出發嘅光。如果太陽呢一秒突然消失，地球唔會即刻黑晒，我哋要等8分鐘之後先會知道，甚至連引力嘅變化都唔會即刻傳到地球，因為喺相對論入面，任何影響都唔可以快過光速。所以宇宙唔單止係一個有距離嘅地方，宇宙更加係一個有延遲嘅地方。你望得越遠，你望到嘅就越久。去到火星，呢個延遲已經唔再只係哲學問題，而係工程問題。火星同地球嘅距離唔固定，信號由地球傳去火星可以短至幾分鐘，亦可以長至20幾分鐘。所以當我哋送探測車去火星，地球控制中心冇可能好似打機咁即時操控部車降落。火星探測車由進入火星大氣層到真正着陸，成個過程大約7分鐘。NASA 甚至叫呢段過程做7分鐘恐怖。點解恐怖？因為當地球收到信號話探測車準備進入火星大氣層，喺火星嗰邊部探測車其實可能已經成功着陸，亦可能已經撞落火星表面。地球人收到嘅只係幾分鐘甚至10幾分鐘之前嘅消息，所以探測車一定要靠自己，靠預先寫好嘅程式，靠感應器同自動導航，自己完成降落。地球同火星之間根本冇辦法共享一個即時嘅而家，我哋只能夠等待過去傳翻嚟。再望遠啲，夜空入面好多星，距離我哋幾百光年、幾千光年，甚至更遠。以前有啲資料會話，肉眼理論上最遠可以見到嘅行星之一係仙後座嘅 V762，距離大約16000光年。不過呢個數字近年有爭議，因為加亞太空望遠鏡嘅新測量，令佢嘅距離可能冇以前講得咁遠。但重點唔係爭邊粒星最遠，重點係你今晚抬頭望星空，見到嘅好多星光都唔係今日嘅光，有啲可能係幾百年前出發，有啲可能係幾千年前出發。你今晚見到嘅星光，好多都似係幾百年前、幾千年前嘅天空寄翻嚟嘅舊信。如果某一粒星附近真係有外星文明，而佢哋有一支超級誇張大到可以望翻地球嘅望遠鏡，佢哋今日見到嘅地球
都唔會係今日嘅地球，可能係幾百年前嘅地球、幾千年前嘅地球，甚至更加古老嘅地球。再遠啲就係仙女座星系。仙女座星系係距離我哋最近嘅大型星系之一，距離大約250萬光年。你今晚如果喺一個夠黑冇光害嘅地方，望到天空入面一團淡淡嘅光，你見到嘅其實係250萬年前嘅仙女座。反過來講，如果仙女座有外星人望翻過嚟地球，佢哋見到嘅地球唔會有香港，唔會有紐約，唔會有飛機，唔會有互聯網，佢哋見到嘅係250萬年前嘅地球。嗰個時代，我哋嘅祖先仲未係現代人，可能仲係早期人宿或者南方古猿附近嘅時代，啱啱開始用簡單石器喺森林同草原之間生活。所以宇宙入面每一個方向其實都係一個唔同年代嘅窗口。望月亮係望1.3秒之前，望太陽係望8分鐘之前，望火星係望幾分鐘到20幾分鐘之前，望星星係望幾百幾千年前，望仙女座係望250萬年前。天文學某程度上就係考古學，只不過考古學挖泥土，天文學收集光。甚至你以前開舊式模擬電視機，轉去一個冇電視台嘅頻道，畫面出現嗰啲雪花，喇叭傳出沙沙聲，入面其實可能有一小部分同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有關。呢批光係宇宙大爆炸之後大約38萬年釋放出嚟嘅古老光芒。坊間成日會講舊式電視雪花入面大約有1%可能嚟自宇宙微波背景。呢個數字唔好當成精密測量，因為實際比例會受電視機、天線、地點同環境雜訊影響，但係概念好迷人。你以前以為係無聊雜訊嘅畫面，入面可能真係混入咗一小部分宇宙最古老嘅回聲。所以我哋嘅眼同耳其實好似一部時間機器，只不過呢部時間機器有一個限制，佢永遠只能夠睇到過去。好啦，你可能會話呢啲都只係因為光速同信號傳遞需要時間啫嘛。如果撇除信號延遲，宇宙本身會唔會有一個真正共同嘅而家？答案係唔會，因為愛因斯坦嘅相對論直接粉碎咗呢個幻想。喺牛頓嘅世界入面，時間好似一隻全宇宙共用嘅大鐘，無論你喺地球、喺火星定係仙女座，而家都應該係同一個而家。但係愛因斯坦話唔係咁，時間唔係獨立存在嘅背景，時間同空間係綁埋一齊嘅。你點樣移動，你喺邊個參考系入面，會影響你點樣切開現在呢一刀。想象一下，有兩個人，一個企喺月台，另一個坐喺一架行得極快、車身透明嘅火車中間。當火車經過月台嗰一刻，突然有2道雷電分別擊中火車嘅車頭同車尾。對於企喺月台嗰個人嚟講，如果2道閃光同時去到佢隻眼，而且兩邊距離一樣，佢就會話呢2道雷係同時發生。但係對於坐喺火車中間嗰個人嚟講，情況唔同。架火車正喺度向前行，佢會迎向車頭嗰道光，同時遠離車尾嗰道光，所以佢會先見到車頭嘅閃光，之後先見到車尾嘅閃光。重點係喺狹義相對論入面，光速喺所有慣性參考系入面都一樣，無論你企喺月台定坐喺火車，你量到嘅光速都係每秒大約30萬公里。所以對火車入面嗰個人嚟講，如果佢坐喺火車正中間，車頭同車尾距離一樣遠，光速又一樣，但佢仍然先見到車頭嘅光，後見到車尾嘅光，咁佢就只能夠得出一個結論，喺佢嘅參考系入面，車頭嗰度閃電先發生，車尾嗰度閃電後發生。咁到底邊個啱？月台嗰個人啱定火車嗰個人啱？愛因斯坦嘅答案係2個都啱。喺月台嘅參考系入面，2道閃電係同時發生；喺火車嘅參考系入面，2道閃電係有先後次序。呢個就係同時性嘅相對性 （relativity of simultaneity）。呢件事嘅殺傷力好大，因為如果2個觀察者連2件事係咪同時發生都可以有唔同答案，而且2個答案都可以同時正確，咁宇宙就唔可能有一個所有人都同意嘅而家。而家唔係宇宙本身貼上去嘅標籤，而家係每一個觀察者根據自己嘅速度同位置切出嚟嘅一塊時空切片。物理學家羅傑彭羅斯提出過一個更加震撼嘅思想實驗，叫做仙女座悖論。想象有2個人喺街上擦身而過，一個企喺度唔喐，另一個慢慢行過。喺日常生活入面，我哋會話佢哋咪同1秒咯，有咩分別？但係相對論入面，因為2個人嘅速度唔同，佢哋各自嘅同時性
平面會有少少唔同。你可以想象而家好似一把刀用嚟切開整個宇宙嘅時空，企定嗰個人用一個角度去切，行緊嗰個人因為有速度，把刀就微微傾斜咗少少喺地球附近。呢個傾斜細到完全感覺唔到，但如果一路延伸到250萬光年之外嘅仙女座星系，差別就會被放大到好誇張。對其中一個人嚟講，仙女座某件事可能仲未發生，但對另一個人嚟講，同一件事可能已經發生咗。如果用科幻畫面去講，一個人嘅而家入面，仙女座外星人可能仲喺開會討論我哋應唔應該出發去地球，但另一個人嘅而家入面，會議可能已經完咗，艦隊已經出發。重點唔係真係有外星艦隊，重點係對一個好遠好遠嘅地方嚟講，而家發生緊咩事呢個問題喺物理學上冇一個絕對答案。你要先講清楚，你用邊個參考係嘅而家，係地球人嘅而家，係太空船入面嘅而家，定係仙女座自己入面某個觀察者嘅而家？唔同答案可以切出唔同嘅宇宙現在。呢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叫做光追。喺相對論入面，任何信息、任何影響、任何因果關係都唔可以快過光速。所以你人生入面真正可以影響你嘅事，只會喺你嘅過去光追入面，即係啲光或者信號有足夠時間去到你身邊嘅事件。而你真正可以影響嘅未來，亦只會喺你嘅未來光追入面。至於一個遠到連光都未有時間傳到你身邊嘅地方，你問佢而家係點？喺嚴格物理學入面，未必有一個全宇宙共用嘅答案。咁如果宇宙冇一個絕對嘅而家，時空到底係點存在？呢度就有兩種好唔同嘅宇宙觀。第一種叫現在論，意思係只有現在先真實存在，過去已經消失，未來仲未發生。呢個好符合我哋日常直覺。但問題係相對論已經話俾我哋聽，每個觀察者嘅現在都可以唔同。咁到底邊個人嘅現在先係真正存在嗰個現在？所以好多物理學家同哲學家會比較傾向另一種觀點，永恆論，亦即係塊狀宇宙模型。喺呢個視覺入面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唔係一個接一個出現再消失，而係好似一整條方包咁完整存在喺四維時空入面。你嘅出生、你嘅童年、你今日睇呢條片呢一刻，甚至未來某一日嘅你，全部都係呢條四維方包入面唔同位置嘅切片。我哋之所以覺得時間喺度流，可能只係因為我哋嘅意識一片一片咁經歷呢條方包，就好似一部電影，成套電影檔案其實已經完整存在喺硬碟入面，開頭、中段、結局全部都喺度。但當你播放嗰陣，你只會一格一格咁睇，你會覺得故事正在發生。當然呢個唔代表所有物理學家都會話未來一定完全寫死晒，因為去到量子力學、自由意志、哲學解釋，仲有好多爭論。但相對論至少逼我哋承認一件事，現在未必係宇宙入面一條全體共用嘅橫線，佢更似係每個觀察者自己切出嚟嘅時空角度。講到光，呢度有一個好容易講錯嘅位，好多人會話對一粒光子嚟講，時間係停止嘅。呢句可以用嚟做比喻，但嚴格講要小心，因為光子以光速移動，而光速物件冇一個正常嘅自己參考系，即係你唔可以真係坐喺一粒光子上面問佢過咗幾耐，物理上冇呢個合法參考系。但我哋可以咁講，對一個有質量嘅物件嚟講，速度越接近光速，佢經歷嘅固有時間就會越慢；速度越接近光速，時間膨脹就越明顯。如果用呢個極限去理解，你就會明白點解光同時間嘅關係會咁反直覺。相對論唔係一個只存在黑板上面嘅理論，佢亦唔係淨係講啲好誇張、好科幻、好離地嘅嘢。佢其實日日都喺你身邊。今日你手機入面嘅 GPS， 其實每日都要處理相對論。GPS 衛星喺地球上空高速運行，同時又處於比地面弱啲嘅引力場。狹義相對論會令衛星時鐘因為高速運動而慢少少，廣義相對論又會令衛星時鐘因為引力較弱而快少少。兩個效應加埋，如果完全唔修正， GPS 定位誤差就會越嚟越大。所以你今日用手機導航，背後唔止係衛星同電腦運算，仲有相對論幫你校準時間。但問題嚟啦，如果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都好似一整塊四維時空咁存在，咁點解我哋體驗到嘅時間永遠都係由過去流向未來？點解我哋只會記得昨天，唔會記得明天？點解我哋只會見到一隻蛋跌爛，
唔會見到啲蛋液自動聚翻埋一齊，變翻一隻完整嘅蛋。呢個問題就要問熱力學第二定律。物理學家愛丁頓提出過時間之箭呢個概念，意思係時間好似有一個方向，但呢個方向唔係因為鐘錶自己決定，而係因為宇宙入面有一個好深層嘅趨勢，熵會增加。熵你可以簡單理解做一個系統嘅混亂程度，更準確啲講係一個系統可以排列成幾多種微觀狀態。一隻完整嘅蛋係一個好有秩序、好特定嘅狀態，蛋殼喺外面，蛋白蛋黃喺入面。但一隻打爛咗嘅蛋，蛋殼碎片，蛋白蛋黃可以亂成好多好多種樣，所以打爛蛋好容易，蛋自動砌翻好，幾乎唔會發生。唔係因為物理定律絕對禁止，而係因為嗰個可能性細到不可思議。就好似你亂洗一副牌，洗完之後竟然全副牌自動排翻整齊，理論上有機會，但係現實幾乎唔會發生。所以時間之箭其實就係熵增加嘅方向。宇宙大爆炸初期，宇宙處於一個非常特殊、非常低熵嘅狀態。之後，宇宙一路演化，星系形成，行星燃燒，行星冷卻，生命出現。你煮飯，你呼吸，你身體發熱，全部都喺熵增加呢個大方向入邊發生。我哋之所以感覺時間由過去流向未來，某程度上係因為我哋活喺一個熵不斷增加嘅宇宙入面。你記得過去，唔記得未來，亦可能同呢個方向有關。因為記憶本身都係大腦同外界互動之後喺物理系統入面留下嘅痕跡，而痕跡通常都係沿住熵增加嘅方向被刻出嚟。講到尾，原來最識剪接嘅係我哋自己嘅大腦。大腦唔單止處理信號慢，佢仲會主動幫你修補世界。唔信，你可以試一個好簡單嘅實驗，望住一個有秒針嘅鐘，然後突然將視線移開，再即刻望翻住支秒針，你可能會發現望翻過去嗰第一秒，支秒針好似停留得特別耐，好似時間停咗一下。呢個現象叫做停鐘錯覺 （chronostasis）。點解會咁？因為當你眼珠快速轉動嗰陣，呢個動作叫眼跳。你嘅眼珠其實成日都喺度跳，只係你平時唔覺。如果大腦照單全收呢，你每次眼珠快速移動，世界都會變成一堆模糊線條。所以大腦為咗令畫面穩定，會喺眼跳期間暫時壓低部分視覺信號。簡單講，有一瞬間大腦唔俾你睇到全部畫面，但如果中間真係留低一段空白，你應該會覺得世界斷片。所以大腦又做多一步，當眼珠停低，新畫面進入視野之後，大腦會將新畫面倒填翻去啱啱嗰段空白期。結果就係你以為自己早啲已經睇到支秒針，於是支秒針第一下就好似停留得特別耐。換句話講，你以為你睇到嘅而家有一部分其實係大腦事後補翻出嚟，係大腦為咗令你覺得世界連貫，將過去逆向填補入現在。有估算，甚至話如果將人一生入面所有眼跳期間被大腦遮走嘅時間加埋，可以去到幾十萬分鐘。即係話你人生入面有一大段而家其實係被大腦剪走咗，你冇發現係因為大腦幫你補翻個畫面。你唔係活喺一條完整錄影帶入面，你係活喺一條被大腦剪接過、修補過、同步過嘅影片入面。而且大腦嘅剪接唔止視覺，聽覺有延遲，觸覺有延遲，視覺處理又有延遲。唔同感官入到大腦嘅時間本來唔一樣，但係你唔會覺得世界散開晒。你拍一拍手，你會覺得掌聲同手掌碰埋一齊係同時發生，但其實聲音傳到耳仔，觸覺傳到大腦，視覺畫面傳到大腦，全部路線唔同，速度唔同，處理時間都唔同。大腦要將呢啲唔同時間到達嘅信號都幫佢哋升埋一齊，就好似一個剪片師收到幾條唔同延遲嘅片段，然後幫你剪成一條睇落順滑嘅片。科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時間整合窗口，英文係 Temporal Integration Window， 意思係大腦唔係逐個無限細嘅瞬間去感受世界，佢會將一小段時間入面發生嘅信號整合成一個現在。有啲研究會講我哋嘅主觀現在可能係幾百毫秒，有啲情況可以去到大約2至3秒嘅整合尺度，但係要小心，呢個唔係一把硬尺，唔係所有感官、所有情況都一樣。大腦處理時間會因應任務、注意力同環境而改變，但係無論點，結論都好清楚，你感受到嘅現在唔係一個零長度嘅數學點，佢係大腦幫你打包出嚟嘅一小段時間，係一個經過延遲、剪接、補畫面、同步處理之後
先交到你意識手上嘅故事。所以物理話俾你聽，你接收嘅光來自過去，你接收嘅聲音來自更遲嘅過去，你接收嘅觸覺亦要經過神經傳遞。相對論話俾你聽，宇宙冇一個所有人共享嘅絕對現在。熱力學話俾你聽，你感覺時間向前，可能係因為熵一路增加。神經科學話俾你聽，你以為連續流動嘅現在，其實係大腦剪接出嚟嘅成品。咁到底而家係乜嘢？可能而家唔係宇宙送俾我哋嘅一個客觀時間點，可能而家只係生命喺資訊延遲入面為自己建立出嚟嘅一個生存界面。你唔需要知道世界真正每一個立秒發生咩事，你只需要一個足夠穩定、足夠連貫、足夠幫你生存嘅版本。所以大腦就幫你製造咗一個現在，呢個現在慢咗少少，剪接過少少，但佢夠用，佢令你可以捉住杯水，可以聽人講嘢，可以避開危險，可以記住過去，可以想象未來，亦可以喺呢一刻問自己一個好奇怪但好深嘅問題：我到底係咪真係活喺現在，定係我一直都只係活喺大腦為我播放嘅剛剛過去？所以無論係浩瀚嘅太空，定係我哋短短幾十年人生，宇宙根本冇一個客觀全體通用嘅而家。你望到嘅星光係過去，你聽到嘅雷聲係過去，你摸到嘅世界係過去，甚至你以為自己此刻正在經歷嘅現在，都可能已經被大腦延遲、修補、剪接過。原來而家唔係一個瞬間，而家係一個故事，一個由光速、神經、相對論、熵同你大腦共同編織出嚟嘅故事。而我哋每一個人就係喺呢個慢咗少少嘅故事入面，感受生命，感受世界，感受自己仲存在。所以問題可能唔係而家到底係幾時，而係如果我哋永遠都只能夠透過延遲嘅光、延遲嘅聲、延遲嘅神經信號同大腦剪接過嘅畫面去認識世界，咁我哋所謂嘅現實到底係宇宙本身，定係大腦交俾我哋嘅一個可用版本？可能真正震撼嘅唔係我哋活唔活喺現在，而係我哋一直都活喺過去，但大腦將佢包裝成現在，等我哋可以繼續好好生存落去。好啦，今集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都覺得而家呢個概念原來比想象中更加奇怪，記得俾個 like share，俾一個成日話我活在當下嘅朋友睇。如果有啲乜嘢科學題目想知多啲，請留言話我知。我哋下集再傾，拜拜。